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的信息题目是常说感谢的话。圣经以弗所书5章3到4节。Efesus sakalima atufang sakatulu dosir tangasa sakasepat dosir. Finaulan nu kawas kamu saka caai ka nga ai masual tamuanan ku nika ulengan masamama nai kaatkan maanufai semak sawasen ku kasimulangan soal misa kemutai soal kaatkan laula caai ka nga ai kunini semak unipi ahwis tu kawas ku nga ai kafana kamu maurangai atamsaw kaatkan ku semak atamsaw maanufai tamsaw maanufai hananai zai no bitaong to samyai matini ai tamsaw ai tu ku ni Kristo no kawas kitakit finaulan长ra。至于那些淫乱、污秽和贪婪的事，在你们当中连提都不可提，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子民。你们也不可以说淫为、愚妄或下流的话，倒要说感谢上帝的话。无可怀疑的，淫乱、污秽或贪婪的人，贪婪等于拜偶像，绝对不能成为基督和上帝国的子民。我们的嘴唇是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的，所以我们的嘴唇要献给耶稣。别人如果要跟你谈淫乱的事、污秽的事、贪心的事，你不要跟他谈。淫词指黄色的笑话，妄语指狂妄的话、自夸的话，喜笑的话指开玩笑、取笑别人的话，这些都不合适基督徒我们谈论，要常常说感谢的话。Sakalima no Efesus atufang 20 dosir ta pakai ni ngangan no tabang itaji Yes Kristoan ku nika raris mi ahwis tuk wama kawas masamama nai semak。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为各样的事感谢父上帝。这是基督徒我们生活的态度。你做每一件事都是代表耶稣做的，学习照着主耶稣的意思去做。当你完成了，就要常常感谢父神。做完了，不要在那里埋怨、懊恼，要开口感谢赞美神，因为你是为主做的，也是靠着主的恩典做的。借着感谢，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应该照着所听见的道、所读的圣经去遵行，这就是遵他而行。我们不要单单听道，要行道，要遵他而行，要顺服主，而且我们要在主的里面生根建造，多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就是在主里生根建造。神的同在和神的话使人信心坚固。一个人
更多追求耶稣，更多顺服耶稣，感恩的心会越来越大。换句话说，一个灵性好的人，感恩的心会很强。一个常发怨言的人，灵性会很差。一个农夫问一家餐厅说，你们是不是要常常煮青蛙肉？我可以卖给你青蛙。那个餐厅的老板的主人说，好啊，我们有一道菜叫做清蒸青蛙，你可以把你的青蛙卖给我们。就问他说，哪里可以抓到青蛙？他说，我家的池塘有很多青蛙。老板说，好，那我订200只。过了1周，农夫回到这家餐馆，很尴尬地说，对不起，我搞错了，我以为我的鱼池有很多的青蛙，因为常常听到呱呱呱很吵的声音。后来我找来找去，只发现2只又瘦又小的青蛙，所有的呱呱声竟然都是这2个小家伙制造的。没想到2只青蛙可以把我吵得天翻地覆。你不要以为偶尔发牢骚没有关系，你偶尔发牢骚，像青蛙一样呱呱呱，到最后你的灵性就被吵得天翻地覆，你的心灵就越来越烦了，这个灵性低落，情绪低落，然后灵里就没有长进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没有常常亲近耶稣，会不会是因为你每一天都要发1-2个牢骚？会不会是你常常遇见事情就发怨言，所以不容易常常想要来亲近神？一个发牢骚的人，表明他不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Mafana kita pa tatutu ngenu kawasku karu semak tu sakanga ai nu maula hai tu kawas a mata hisangai ningra a tam sam sam a mara ji utsai ku semak ma min。 因为你不相信某件事情会为你效力，叫你得益处，所以你就为着那件事发怨言。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至于那些淫乱、污秽和贪婪的事，在我们当中连提都不可提，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这是基督徒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代表耶稣做的，学习照着主耶稣的意思去做。当我们完成了，就要常常感谢父神。做完了，不要在那里发怨言、埋怨、懊恼，要开口感谢赞美神，因为我们是为主做的，也是靠着主的恩典做的。接着感谢，将荣耀归给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